咁完成咗咧第一個影片之後咧，我哋而家輪到咧就令到個蜂鳴器咧就響嘅。咁首先咧，同學咧就加個蜂鳴器咧落個電腦板裏邊，再加一個電阻嘅。咁同樣啦，咁咧蜂鳴器咧上面咧已經寫咗佢係正極定負極嘅，喺上面有個加號嘅。咁留意正極就連住個電阻。咁因為呢個係正極啦，咁所以我哋連向咧就係正極嗰一行嘅。咁我攞開個 Arduino 啊，俾大家睇，應該連向正極嗰行嘅。好，咁然後咧就我將佢個呢一條線啦改咗第二個顏色啫嚇，咁等大家容易睇。咁然後咧負極嗰個咧就連向負極嗰行。咁佢就自然通電㗎啦，因為喺之前嘅電路線裏邊，我哋已經連咗 GND 同 V。咁然後中間嗰個咧就連向咧Arduino上面嘅2呢個位置。咁因為佢淨係響同唔響，唔需要測試唔同嘅數字，所以係連向上面揀2呢個數字。完成咗呢一個嘅電路板之後咧，我哋去翻個 Arduino 睇下點樣令佢響咯喎。咁喺呢一度咧就係我哋上一個 video 咧已經打好咗嘅點樣測試兩個嘅光敏電阻嘅數字。咁但係咧我哋都係啦，做之前你都再測試一次啲數字變化下。咁好啦，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首先定義翻個蜂鳴器，我哋係擺咗佢係喺2嘅位置咯，加翻上去。咁然後咧喺個Wow setup 裏邊咧，你都要加翻上去，就係佢其實係一個輸出電流嚟嘅，咁所以你就打偏 mode cool booster 就係 output 嘅。然後打完呢一句之後，我哋喺呢一度就首先讀咗個光敏電阻啦，知道個數字啦。然後如果個光敏電阻 A 大過啱啱我測試咗係600嘅佢嘅反應，咁所以我哋都係啦。如果第一個光敏電阻嘅數字大過600嘅話，點樣做啊？就係將個蜂鳴器着，而個蜂鳴器着咧就係 tune 嘅。咁我哋今次咧個蜂鳴器咧 tune cool， 咁我希望個第一個音係低音啦，所以我揀100。好啦，咁你打完個 Tune Booster 100之後咧，咁記得咧睇一睇個大箍咧，其實電腦已經幫你刪咗噶啦。咁然後咧，我哋又希望咧就第二個光敏電阻有反應嘅時候，個蜂鳴器咧會着第二個音。咁所以我哋咧打 else 隔一隔 if， 要隔一隔下 if， 之後 B 大過600嘅時候，咁個 tune 咧即係話個蜂鳴器着嘅音，我今次係500啦，高音嘅，咁一樣唔使打刪箍噶啦，電腦幫你刪咗嘅。然後再喺大箍裏面再揀一個 else， 即係咩意思咧？除咗大家600我有反應之外，咁如果我冇撳掣撳個光敏電阻，咁會點咧？咁樣咁就係 else 就係冇音啦，冇音嘅咧英文係 low 啦，然後大階 T O N E。即係話咧冇聲，邊個冇聲啊？都係你嘅光敏你嘅蜂鳴器冇聲嘅。咁記得個大箍已經幫我哋刪咗。咁同學留意呢個 low tune 個 T 字係要大階。仲有留意你多咗呢個 else 隔一格 if 同埋 else 嘅。好，而冇問題嘅話咧，咁你就撳個剔號測試下你打嗰啲英文字有冇問題。冇問題嘅時候就上版啦。咁上完之後，你就開翻你嘅放大鏡，睇翻個光敏電阻去測試啦。嗱，嗰個數字都係100幾嘅。咁有機會咧，你嘅數字咧同我唔一樣，咁就要你去測試嘅個光敏電阻。咁然後攞隻手咧去撳第一個
個蜂鳴器嘅。好，咁我俾大家睇一睇現場係點喎。咁你發覺個音咧好低音嘅 ，OK。咁因為有時佢未到600啊撳嘅時候，咁所以出現呢個問題就係已經冇聲嘅咁樣。咁你可以調校嘅，就係、我撳唔600啦，唔好咁高啦，400啦就有反應，再上版。咁咧係你自己去測試嘅。咁當你上版啦，睇翻個我現在做嘅嘢啦。咁你撳落去嘅時候啦，咁你發覺就有一個低音嘅出現 ，OK。咁我攞開就冇聲啦。咁然後第二個嘅咧就係高音嘅，攞開又係冇聲啦 ，OK。咁你應該有2個音出現嘅。